乡亲继续来看，行人行人行道竟然是这么啊困难，前后等19台的乌多摆骑过才会当行。高雄市议员讲，这个高雄市大街路边的人行道夭寿啊危险，关关价价、坎坎坷坷，阁有袂少的机车骑起来。高雄市警察局要针对人行道落掠违规，一个月就开出32000张的罚单，可见这个人行道的违规有偌尔啊严重，市民参要行一个路都真无保障。高雄市民翕到阿伯想要行人行道，结果违规照我的机车一直骑过来，算算等19台机车，真正是交通乱象。他这个这样骑来骑去的。咱来看高雄市街路的人行道，危险的状况到处拢有。这机车伫人行道出入，行路的人根本就唔敢行，拢叫机车占掉咧。这人行道拢无平，一窟一窟，真危险。看靠民众嘛被逼行到大路里。你牵狗牵到快车道去了呢？我知道，停这样怎么走啊？对啊，可是就自己要小心一点。高雄市议员林武凯质询的时阵，引述的2015到2017年6都道路事故统计数据，伫高雄每天有超过5个囡仔面临交通死伤的危险。市警局曾经大执法，一个月就开发32000件，可见这违规文化有偌的严重。高雄是6都里面，这个小朋友在行走在人行道上面的事故死伤数最高的。加强取缔重点违规以及行人护老交通安全执行计划，加强常态执法，提升行人的交通安全，唔通连行伫个人行道拢备受危险。